法，我捌求告你，求你紧紧临到我。我求告你的时，愿你暗耳孔听我的声。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伫你的面前。愿我举起的手，亲像应时的祭司。你们遐个兄弟姊妹平安。咱这是要做伙来吟诗，讹乐上帝。圣诗第63首。圣诗第63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请起立。请坐，咱三甲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阿爸爸上帝，我们因为你所创造宇宙万物、日月星辰、高山大海、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地面上的草花树木来感谢讹乐你。你创造阮。人类照你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来管理你所创造的一切。阮要感谢你，愿阮会通过甲你三千群，领受你无限的生命，成做合主心意的同工。互阮所做的、所想的，拢合伫主你的心意，互主欢喜。佮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上帝。今早起，阮要心存敬畏的心，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主你圣神充满伫阮的会中，把阮做伙用讹乐的心，甲赞美的诗歌，诚做感谢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看阮有啥物歹所行啊无。求主你怜悯阮的软弱，无救赎阮的罪恶。求主你伫每早起的时，对阮显明你的心意。阮也要
常时对你排列阮的所求，带阮伫每一日拢行伫正直的路，带阮所行无偏左右，乃是完全照主的旨意来行。伫阮准备心来迎接救主的过我的时，愿主你不但将你过我个丰丰富富的活命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佮将阮塑造成做贵气的器皿，成做世间人领受上帝丰盛恩典的管道，将你的救赎的福音甲真理献传伫台湾每一个角落。也愿主你喜乐医治，无论是肉体病痛、心神艰苦、面临死实的各种的不幸的人，拢因为主圣神的同在来领受，来对上帝喜乐无限的安慰甲帮赞。不管无论拄着什么款未堪得的重担，乃是不时献上无限的感谢甲无乐。这是我若要求你祝福台湾这个国家，虽然伫国际环境十分困难的中间，犹原看见上帝你为着阮开启新的路。愿你的国临在伫台湾这个岛屿，互真理遍传，互百姓对善向病痛来得到透放，互公义遍行，民主自由较赢独裁甲束缚。祝福台湾早一日成做新佮独立的国家。阮也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在人亲人天父。阮的日息难以落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如阮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传入的死，亦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来无尽。阿门。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第39页，启用文第25篇，诗篇第121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绝。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一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即时做伙过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9首，圣诗第29首，至权的主，阮爱感谢。
请坐。今早起是中秋主日，所以今早起咱的圣歌队要甲双联儿童合唱团做伙带咱来吟诗而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是《何塞那归伫君王》。当咱做伙吟诗而乐上帝时，也是要提醒咱每一个人，本礼拜是受难周，呼吁兄弟尽量避免宴乐甲旅游，透过读经、祈祷、甲主同行，搁一摆亲思体会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疼甲救赎。咱即时做来看上帝话，圣经罗马人书第1章第13节到17节。罗马人书第1章第13节，兄弟啊，我毋爱恁，毋知我最摆立志要就阮恁，爱伫恁中间得到果子，亲像伫其他的外邦，总是到担。也有主动，无论希腊人也是番人，聪明的也是戆人，我拢欠因的债，所以伫我拢便免福音传互恁住伫罗马的人，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是上帝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来生犹太。后来希腊人，
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对神到伫信，照圣经所记载讲，义的人要对神来活。以上，今早起的信息是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的听的行动第3讲，传福音。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中秋主日，所以对今仔开始，咱就进入受难周。伫受难周中间，咱应该用敬虔严肃的心来思考耶稣基督受难的意义。咱也爱伫受难周中间备万心来迎接过活节。所以牧师期待大家伫这个礼拜中间。咱做伙透过读圣经，透过参加教会的聚会，做伙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世间？伊为什么？伊是上帝，为什么要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伊来到世间，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楚？为什么要受鞭拍？为什么要受十字架顶的刑罚？咱也过来受，主耶稣基督做这的，为着咱罪人做这的，是到底要带予咱什么款的祝福？牧师相信讲，咱若经过这一礼拜的思考，咱一定会感觉讲，咱实在是一群上界幸福的人，也是一群上界幸运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承担咱的罪，咱已经接受福音，互咱真做有仰望的人。然后牧师也确信，当咱思考这个了后，咱一定会发觉讲，咱承受这么大的问题，敢是应该爱立志，将这款这么大的问题分享出去。咱知福音是上界好的礼物，是互人上界好、上界大的祝福。传福音是上界美好的行动，所以当咱咧讲听的行动的过程中间，上界好的听的行动就是传福音。所以牧师期待对圣经中间，甲大家分享几个传福音应该爱有的态度，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帮助。主，你的话是活泼、有气力，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所以，阮愿意降服伫你的话下面，求主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清起阮的心，也互阮明白阮的责任。也恳求主你。透过运行伫阮中间的圣神帮助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来祝福人。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台湾人常常有一句俗话安尼讲夫妻斗阵是相欠债，夫妻斗阵是相欠债。可能有一寡人无满意这种的讲法，感觉讲这种讲法伤消极，较会夫妻斗阵变做相欠债。但是如果咱若看圣经中间，保罗对罗马书13章第8节对咱讲的，伊讲凡事拢袂当亏欠人，独彼此相疼，爱常常掠做亏欠，因为疼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伊讲凡事拢袂当亏欠人，拢袂当欠人哦，毋通欠人钱哦。但是有一项爱欠，就是彼此相疼。为什么彼此相疼爱互相亏欠？因为疼人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如果咱若对这种讲法来看，咱会当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相欠债这件代志。如果一对夫妻常常会掠做彼此欠亏疼，对时常想要用较济行动去疼对方。虽然今仔日讲传福音
做疼的行动。保罗也相反，互咱即款的观念。保罗讲，伊无论对什么款的人，有开化也是无开化，无论对犹太人，无论对外邦人，无论对希腊人，伊拢无论对有学问的无学问的，伊拢欠因济。保罗伫心底有一个认定，伊讲伊欠福音的济，伊伫身躯顶有一种债务爱行。伊伫其他人的身躯顶有一种责任爱负，所以伊是活踮伫一个福音负债的压力下面的人。所以伊讲，伊情愿尽家己所有的气力，也要将福音传予所有的人，包含伫罗马教会的人、罗马城的人。这种欠债的心态是咱爱去思考而且学习的。我虽毋知影咱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敢有人欠孝、欠债。我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真无爱欠人债。老实讲我连贷款嘛无。所以阮小妹讲现代人拢加减爱贷款嘛。但是我连贷款嘛无。甚至我感觉讲欠人一点仔钱我就感觉心肝感觉真艰苦。我记我前一站拜托一个干事帮我去寄批结果寄批寄挂号爱24箍伊转来了，我身躯nghiêm严的剩23箍，我用23箍互伊。我讲我无偌久较还你欠人1箍，我就感觉讲怪怪所以无偌久赶紧去找钱找赶紧还伊所以即种欠债的感觉，我感觉真无好。保罗就是有即款感觉，伊感觉伊欠别人福音的债。咱理解讲欠债有两种，一种是你对人借钱，你就欠别人债。比如咱去银行，人借钱，咱就欠银行债。对这个角度来看，保罗当然无欠这个人福音的债，因为保罗得到福音，甲这个未信的人一点仔关系嘛无嘛。毋是这个人传福音互伊，所以欠伊债，毋是安尼嘛。保罗所欠的是第二种，啥物话叫做第二种欠债？就是当有人委托你一个物件要交互别人，你还未将这个物件交互对方的时阵，你就是欠对方债。举一个来讲，咱教会有时阵会邀请一个外面的讲师来教会演讲。演讲当然爱互这个讲师这谢礼嘛，是车马费。通常拢是干事申请谢礼了，摕互这个讲师。有时阵干事也感觉讲为着尊重这个讲师，所以交互主任牧师由我代表教会将这个谢礼互伊。所以因会申请这个谢礼，也是讲这车马费准备好摕互我，我就是放伫身躯内底这钱敢是我的？毋是嘛？所以我爱听候这个讲师伫教会完成伊的讲道了，我较将这个谢礼摕互伊。但是因为钱已经伫伫我身上我钱还未摕互伊之前，我就是欠伊债嘛。所以这个钱伫我身躯顶，未交互这应该得到的人，迄时阵我就欠伊债。所以每一遍我拢有一个负担嘛。一方面惊讲我这钱去黑白落一个芳去，还是讲我说袂记去摕互对方，安尼就真歹势。所以每一遍摕到这个钱我心肝拢真大的负担，我拢有一种欠债的感受。毋茫讲赶紧将这谢礼摕互伊，摕互伊的时阵我拢会致意，感谢伊的着磨。随上我是得着头棒是我一块石头放落去。所以这是保罗欠债的迄个感觉。保罗伊对未信的人的负担嘛是安尼，上帝将传福音的责任交互伊，当伊还未将这福音传予需要的人的时阵，伊拢有欠债的感觉。这款欠债做亲像咱做父母的人对咱囝儿甲查某囝的态度。因为做父母的人拢会感觉讲，咱对咱的囡仔有一个负担。为什么？因为咱疼咱的囡仔，所以咱感觉对伊有责任嘛。囡仔有啥物期待，有啥物需要帮助呢？咱拢会想要替伊拍算，甚至连这个咱的儿女还未拍算进前，有的父母拢替因咧着急
所以有诶爸母烦恼一世人，你囡仔细汉诶时烦恼伊有健康无？较大汉烦恼伊有认真读册无？搁较大汉烦恼讲伊有好诶头路无？搁较大汉搁烦恼讲伊敢有要成家立业无？所以无所不至烦恼，一代烦恼了，搁烦恼后一代。因为咱因为听因果，拢所以感觉对对方有一个负担嘛，对对方有一个负担，这就欠囝儿甲查某囝的债，所以有真侪爸母就是用即款的心态咧对待伊的囝儿，保罗就是用即款的心态。上帝交代伊传福音，爱互遮个迷信的人，所以常常有一种欠孝、欠债的即款的感觉，伊爱赶紧将福音传互因。望讲这人得到福音，这是因为这是上帝交代伊的责任。这嘛是咱第一任的牧师陈启准牧师，伫咱这个教堂到礼拜堂完成了后，伊对咱讲的。伊讲礼拜堂咱完成了，咱有负债嘛吼？伊讲欠银行这负债，有一天咱绝对会还了，咱即摆已经还了。但是咱却永远还袂了的福音债，是相款的道理。所以，如果你若要交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心中要有这种感觉。你路人拄到一个人，还是讲你有一个朋友，你有一个亲人，伊还未信主，咱袂讲这个上帝无要救伊，咱袂安尼想。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会感觉讲，每一个灵魂拢是上帝所疼惜的，上帝所宝贵的，所以每一个灵魂拢需要来接受福音。所以，咱对这人拢有一种负担，咱有一种欠债的感觉。所以，咱基督徒应该有这种欠债的感觉。咱对这项代志就是这个观念，咱有一个回应。什么款的回应？就是欠孝爱还孝嘛，对无？爱还孝嘛。所以，咱原本咧欠债，咱就爱还债；欠孝，咱就爱还孝。最近咱台湾经济较无景气，有一寡人袂晓迄个计划家己的经济所以用信用卡去借钱。就产生真侪即个卡奴有真侪人累积真侪只卡债。一旦有这卡债了银行就找着你嘛就会互你压力就来催缴你若无能力来还款银行嘛会找着你来协商讲你爱定一个还孝的计划。可能有个人去食头路，伊爱有一部分爱先还银行，一部分家己生活。慢慢一步一步将这个孝爱来还掉。咱基督徒咱承受这么大的问题，咱如果有种欠孝的感觉，那就安怎？爱欠孝就爱还孝嘛。咱爱赶紧将这个咱所欠的孝来还掉。我常常咧想讲上帝实在真特别对于咱所欠的福音债咱是一生拢爱还。有时阵你拢感觉我已经传福音有一个人，我的课题已经完成实际上上帝来提醒讲，无，还有真侪人需要拯救。过去我伫台南富强教会服侍的时阵，迄时阵有一站富强教会伫台南地区的长老教会，应该是算做成长真快速的教会。这互我真大的鼓励，嘛互我真大的信心。当然这是上帝的恩典，嘛是所有中集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有一遍有一个我的长辈牧者来找我，伊就甲我分享，问我讲教会最近的情形安怎？我就淡薄仔骄傲来讲阮迄个富强教会第一堂礼拜人已经坐满坐到拢满出去有人搁坐伫门口所以阮搁设第二堂的华语礼拜华语礼拜一开始虽然真困难，但是慢慢人数渐渐增加。我相信讲无偌久了，这第二堂嘛会满出来当然，迄个时阵教会还未建堂即个长辈牧者伊就问我一句话讲：“蔡牧师你敢知影为什么富强教会会客满人？”我心肝想讲要回答即个问题上好较谦卑淡薄我讲这是上帝恩典。伊听几秒了，伊叫我问讲蔡牧师你敢知影为什么
富强教会人会客满。我来讲，因为阮同工拢真合意啦，拢共同咧推动这个事工，所以去面真侪人入来教会，所以就客满。佮听几秒了，伊佮我问讲：“蔡牧师啊，你敢知影富强教会为虾米人会客满？”我讲这到底是咧问啥物意思的吼？我煞毋知要回答。我就伫遐想讲，无你老讲，你老讲，为虾米富强教会为虾米人会客满？伊老讲富强教会人会客满的原因是因为你即边的墙甲迄边的墙相矮啦，距离相近啦。空间伤细，所以你若将这墙拢来跳掉安尼较有可能客会满。我就知影这个牧师其实了，我提醒一件代志，毋通因为讲教会人已经坐满，你着心满意足啊。咱来理解，当咱的朋友中间有一个人也未信主，当咱所徛起的社区中间有一个人也未信主，当咱所住的城市中间有一个人也未认捌主，当咱的国家也有人也未敬拜主，咱拢毋通放松。这拢是上帝所疼的、所宝贵的灵魂，伊拢需要福音的拯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亲像保罗所讲的，我传福音原本地无啥物夸口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无传福音，我都有在下。保罗就是用这种心态咧宣告。伊知影上帝交代伊即款的使命，伊无赶紧将这务行掉。而且伊知影，伊一世人拢无法度行掉，伊一定爱拼命行，拼命行，若无伊就知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今仔有一个朋友来找你，你知影伊也未信主，安尼你就知影伊这是要来讨债的，伊是要来甲你算账的。你要赶紧将福音传互伊，这是行孝。咱要有即款的心态，欠债就爱行债，欠孝就爱行孝。这是咱传福音的第一个心态。第二个心态，咱看见着保罗安怎讲？伫这段经文中间，保罗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权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伊知影这福音的宝贵，福音的价值。所以，无掠福音做见效。伊知影这个福音会当带予人大的祝福。所以，伊情愿尽伊一世人的气力，赶紧将福音传予别人。这种无掠福音做见效的观念，咱都爱建立啦。咱明明就知影讲，这个福音，这物件遮尔好，遮尔宝贵，是会当救人的性命。咱无要无紧，咱无要赶紧将这个福音去传予别人，互别人领受大的福气。咱感觉讲，咱无掠福音做荣光、做骄傲，咱掠福音做见效。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相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掠咱所信仰的福音做宝贝，掠咱所信仰的福音做荣光、做骄傲，咱得真仰望讲，赶紧将遮尔好的礼物，甲咱所爱的人分享。随上，牧师嘛知影，咱每一个人拢足期待，咱的厝内底的人，咱的好朋友，拢会当诚做基督徒。有一寡人就歹势开喙，毋知影要安怎做。有时咱替家己找理由，讲每一个人拢有宗教自由嘛，宗教信仰的自由，无需要勉强别人。当然咱知影，上帝互咱有自由意志，每一个人会当选择咱的信仰。当然，咱嘛无法度去勉强别人来信主啦，因为信仰是无法度勉强的。但是上帝爱咱去分享，爱咱去验证，互其他人有机会去听到福音。所以，如果你若认为讲福音真正是好消息，这是上介好的礼物，为什么无要将这个礼物甲你上介听的人分享呢？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食好安怎？食好爱斗相报嘛，大家拢嘛知倒位食着好诶，来报互牧师知影倒位有一项好康诶，
咱保护咱上介好的朋友知影。咱有个上介世间上介宝贝的物件，就是咱的信仰。咱较会歹势去分享呢。如果你若真正认为福音是好消息，是上介好的礼物，你爱设法求上帝，互你有智慧，将即款的好的礼物送互你上介亲爱的人嘛。所以牧师会提供一寡方式，互你达到你的心愿。期待咱每一项拢会尽咱的气力，用咱的智慧来影响咱上介听的厝内底人，甲咱的亲戚朋友，诚做也领受即个福音真理的人。所以咱对即个要有一个回应。如果你若认为讲无掠福音做见效，掠福音做阳光、做骄傲，你着爱勇敢去传。拄则所读的圣经讲，即个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要拯救一切所信的，所以你着爱开始有行动啊！你毋通囥伫期待尔，你要有行动。牧师今仔5个建议，咱一步一步来做。你对即马开始会当做，因为即马是一个上介好的时间。第一项，你着爱选择一个适当的对象。即适当来讲，咱感觉讲对于传福音比较较有可能成功。你阁真听伊，你对有负担的人，你爱对你厝内底的人，爱讲亲友中间选定一个你要邀请的对象。然后你爱做一件代志，你爱逐工为伊替上帝祈祷，求上帝伫伊面前开路，互伊有机会当明白上帝。你爱替家己祈祷，求上帝互你有智慧，会当引出伊成做基督徒。所以牧师即摆咧讲道的时候，你心中都爱负一个人，负一个人，这个人是你对伊有负担的，是你足疼伊的。伊也未信主，你要对伊传福音的，你这个人爱扶出来。然后你对今仔开始，你着每一工拢替伊祈祷，也每一工拢替家己祈祷，求上帝互你有智慧，帮助伊，替伊开路，互伊会当明白上帝。所以你即摆爱即个人的名爱写起来。第二项，你爱开始有做一寡动作。你替伊祈祷一段时间了，你爱开始创造接触的机会啦。咱来找机会去接触伊，去看伊，去探访伊，甚至约伊出来啉咖啡，约伊出来食饭，来关心。拄着知影伊需要的所在，你就逐工甲伊联络。替伊祈祷，你对伊有负担，爱创造你甲伊接触的机会，互伊知影你真关心伊，互伊知影你真关心伊。有时阵咱最近迄个什么联络的软体拢真方便但是即摆现代人佫需要人起来探访起来看，所以你要拨时间起来看，来约伊出来，你付一寡钱，请伊食饭。甲伊有机会接触，爱创造接触的机会，所以你要有计划然后找时间送伊一寡礼物。咱知影咱有一寡福音性的册还是刊物你若无钱，不要紧，外面遐有更新迄拢免费的，内底有真侪水的见证。你着寄互伊，还是摕互伊，互伊当看。有真侪这基督教的机构出版真侪礼物，摕来买送伊。特别咱即摆若开始照即个计划行你几个月时间了，无偌久就拄着感恩节，年底就搁拄着圣诞节。咱圣诞节就送伊圣诞礼物，中间伊若有过生日，送伊生日礼物。这生日礼物就咱用一寡信用的礼物来赠送伊，来祝福，来甲伊来。互伊会当接受到即款的信用，然后咱到圣诞节的时阵咱就当邀请伊来聚会，对无？咱圣诞节的时阵，咱有办这福音茶会，也是讲中间咱青少年牧区嘛，不时办这讲座，过无偌久就会办即个教囡仔安怎读册，安怎迄个父母安怎即个控制囡仔手机的即个活动，你会感觉这人有需要。下伊性质的即个讲座，咱就邀请伊来教会，互伊踏入去教会，互伊踏入去教会，
啊，逐礼拜教会了吼，你来介绍咱教会兄弟姊妹互伊认捌嘛，互伊当接触。伊一届就认捌过来的人，吼，无共款的人，啊，渐渐伊就感觉讲，这教会大家拢真亲切，甲伊有一个关系，吼，啊，所以你就互伊有机会，逐礼拜在教会内底，吼，啊，咱就邀请伊来参加这圣诞节的这活动，吼，啊，所以吼，咱即马是3月底对无？咱到圣诞节，吼，阁有9个月的时间，对无？咱就开始替伊祈祷。啊，然后甲伊接触，啊，然后互伊一寡礼物，啊，邀请伊来教会。但是你要做这进前有一项上介重要的，你一定要表现出来，就是你要有真水的见证，对无？你若你的习惯真歹，啊，讲话真粗鲁，平常时行为无好，啊，你要向传福音这真困难。就是你要有真水的见证，你要改变。要改变啥？后礼拜牧师伫国外这个时阵会甲大家讲要安怎改变，但总是这个时阵，咱来理解就是讲，咱的生命用咱的生命去传福音，比用你的喙去传福音较重要。你的生命若是一个互人欣赏的生命，来讲哇，你甲我相共拄着相款的困难，啊，为什么你拢袂烦恼？你遐尔喜乐，到底是啥物会帮助你？啊，你会当来讲，这是信用帮助我，所以这款生命的品质会叫人欣赏，让自然而然会来认捌这带互人改变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步一步咱来做，我相信明年会中秋主日，你身躯边个加一个人，因为你的朋友已经带来这个所在，所以咱明年可能坐袂落去啊。好，咱爱搁邀请伊别堂来礼拜，所以咱即摆若设定一个人，我相信明年就绝对有成果。传福音虽然是毋是遐尼简单，但总是大家若认真，大家若拍拼，我靠信心的开力，咱的确会当带来足大的成果。伫2礼拜前，3月11日，礼拜日下晡，牧师去病院替文贤执事的老爸王正先生洗礼。文贤执事的老爸为什么会接受洗礼？是因为破病住伫病院的时阵，咱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来替伊祈祷。是因为伊住伫病院的时阵，有真侪人代表咱的教会起来关心，起来协助。伫伊咧破病的时阵，有人去到伊的面前传福音互伊，甚至跪落来替伊祈祷，互伊真大的感动。有的人伫伊咧破病的时阵，来分享得救的信息互伊。因为咱教会真侪兄弟姊妹不断起来关心，不断起来关心这个家庭。啊，佫有本身即属因翁仔某，拢真好款待伊的老爸。所以因为安尼，伊心中感受到迄个主耶稣基督互伊听。所以当牧师去到病院，照咱的教会法规，我就问伊3个问题，伊拢是真大声应讲阿门。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伫几工前，伊受主恩调，但是咱确实，因为咱对伊传福音，所以伊即马已经安息伫主耶稣基督的怀抱中间。这是对伊生命上界大的祝福。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会当有一种对别人传福音有一种负责的感觉，如果咱掠咱的福音做阳光，无掠咱的福音做见效，咱自然而然会当带互人真大的影响力，带互人真大的祝福。如果咱相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安尼做，我确信咱的教会就转化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咱伫上帝面前，咱感谢主透过伊的话，互咱得到帮助，得到激励。如果你的心中有一个真大的负担，你愿意对别人传福音，你通将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来你祝福。感谢主，感谢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
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伫阮的四周围，阮的亲戚、阮的朋友，中间有缘有真侪人也未认捌你。恳求主你使用阮，特别是使用这亚基州的兄弟姊妹，透过阮生命的见证，引带因来就近主耶稣基督，互因认捌这个搁真搁活的上帝。当透过因的认捌、因的决志、因的告别，互因接受这个拯救因生命的福音真理。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少年教会众兄弟姊妹，互阮每一人拢用阮生命的见证，将福音赶紧传出去。因为阮确信这是上介好听的行动。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请咱做起立来吟诗而乐上帝。圣诗第464首，福音正声在大坛，请起立。我
煞者要来奉献回应上帝的听。咱中间若有第一遍来到双连教会，你无填内面留名卡的，请填好交互收奉献的结束，咱做伙来奉献。咱起立做来感谢。阮求天父上帝允台湾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愿你诚心接纳你，成做阮的救主基督，佮将你的圣神来进驻伫阮每一个人心中。愿你将家己献上，成做你的祭司。伫这个时间，阮奉献阮所得到的救主来感纳。愿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周报第4面。今早起是中秋主日，拄则有讲哈。咱看第2点，就是即个礼拜4，3月29暗时7点半，咱教会照常要举行最后晚餐的礼拜。特别无共款的是要提醒。即个拜4的最后晚餐，咱无要将伊当作圣礼典的圣餐，
所以请咱会当邀请咱的厝内面大大小小咱的朋友、未信者，拢会当做伙来坐倒，来享受即个宴席毋是圣餐，毋是圣礼典，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当来享受即个最后的晚餐。这边的礼拜要为着双联市长关怀基金会市长独居老人的关怀服务事工来奉献请咱做伙来关心。后礼拜日早起10点半，同款伫即个所在有搁活一个赞美礼拜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一个礼拜，所以咱会当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享受即个国外的画面，来做伙来敬拜上帝。具体关怀，咱看第4点，恭喜本会会友孙思华，就是刘兰妹姊妹的查某囝邱博豪伉俪伫3月12得到一个千金，愿上帝祝福细囝甲全家。第2点，本会会友李美静，就是赖星兴长老娘的妈妈李丹淑慧长老妈，伫3月19安息主怀，定伫本礼拜六3月31日下晡1点半，伫7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拄则牧师伫讲道时嘛有提起，是本会会友王振执事公，就是王文贤执事的老爸，伫3月22安息主怀，定伫4月7日后礼拜六下晡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咱的周报因为4月初4到初6有一个弹性放假，所以若有要订伫4月初8的周报的任何的消息，一定要伫3月31日，就是即个拜六早起时10点半以前，都要提出，才有法度订伫周报面顶。请大家原谅。咱来看第5页，有一个青少年牧区的事工。因青少年牧区1年一遍的国中、高中的家长会，伫会中要请吴信昌老师，伊是国中的理化老师，要为着这个细囝来分享亲子关系中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国中如何准备会考，如何教咱的细囝免得受到别人的霸凌等等的专讲。所以请咱家长来参加期待对家长会当得到即个意见。以上报告煞只要请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一位吴正大先生，吴正大先生，好，欢迎你好。欢迎。还有一位是即个林翠冠女士，伫后壁面吼，对屏东起来。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敬拜，无介绍着。请咱等即两位贵宾吼，咱请边仔人带带去贵宾席，咱做进一步的即个交代甲介绍。牧师特别要请大家伫即个受难酒的即个过程中间吼，拄则讲道有讲过吼，咱来思考主要所基督降生的意义，也来参与伫教会逐种活动吼，拄则。上朝了也有报告吼，咱伫拜四有一个最后晚餐的即个礼拜吼，即一遍咱是开放互所有较无主的兄弟姊妹吼，无论你敢有受洗礼，咱拢邀请大家甲主同坐倒吼，希望透过这活动
搁一面思考主耶稣基督受苦的意义。也请大家会当彼此代祷，互咱的教会真正诚做传福音的教会。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你用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透过这个敬拜，阮领受你大的祝福。主啊，阮中间有新的朋友，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因。阮将吴正大先生仰望交代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无论伊伫逐角落，主你拢甲因三甲伫地。用你的圣神保守看顾伊，阮也将因喙管女士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的一切，伊的身体，伊伫教会中间的服侍，拢伊的家庭，拢领受主大的恩典。阮也将阮中间兄弟姊妹的肢体中间有身心肉体软弱的，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看顾因。赏赐因复原的气力，互因伫主的疼痛帮助下面，赶紧来恢复。阮中间也有兄弟失去亲人，恳求主你亲自赐了安慰的气力，互阮看见永远活的愿望。阮中间也有欢喜的事，也有人得到上介好的礼物，就是生囝。求主你赏赐这对夫妇，互因充满对主的信心。用听来扶持这个囡仔大汉，也将信仰放伫伊的生命中间，互因这家庭领受主有教义的供应。阮将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你引带保守看顾，互阮会当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享受初见。